改变自己会痛苦，但不改变自己会吃苦。改变很难，所以如果想改变，那肯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。虽然是这样，但在很多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改变自己，斩断自己退路，才能更好地赢得出路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都需要一种斩断自己退路的勇气，因为身后有退路，就会心存侥幸和安逸；身后无退路，才会为自己赢得出路。